Round one， 第一回合。咁啊，見到啊，雙方都係以拳腳為主先，因為一開局嗰陣。好，埋身糾纏，南方做咗個失擊，推翻開之後做翻個拳腳，搏拳。好，箍住，埋咗成邊，做唔到頂膝，做到係啦，南方做到啊頂膝，出翻繩。係啦，咁啊，南方啊連續踢咗幾下。抽一抽。好，比賽繼續，一個轉身邊錘中咗目標嘅，咁啊紅方啊箍住咗，嘗試推翻開佢，或者喺推開個除下交。好啦，咁啊喺第一回合咧，喺呢個1分03秒咧出現咗一個 TKO 啊，一個 KO 嘅動作情況出現。恭喜發晒南方嘅選手 Joris Aban。接咗落嚟啦，係第咁啊講多少少啦，咁啊 Apex 啊係南區嘅拳館嚟喎，咁會唔會又有多一個主場嘅優勢咧嚇？會唔會多啲南區嘅街坊嚟支持佢啊？拳證啦，又向雙方進行一個拳例講解，簡單嘅拳例講解之後咧，咁啊比賽就好快會開始啦。好，雙方埋成個。Round one 第一回合。咁啊見到啱啱 Kevin 呢下嘅右掃踢都威力好大啊，將葉子峰成個咧踢開咗㗎，咁啊相反啊葉子峰啊不忘咁啊還翻一腳，好咁啊失重心啊，一衝埋去做一個抱腿嘅動作，咁啊令到葉子峰失重心，咁啊比賽繼續。咁啊見到葉子峰啊中咗阿 Kevin 嗰個右腳咧，不忙啊還翻個左腳高踢啊！咁啊而家都暫時處於一個試探階段，雙方嘅節奏唔係太快。咁啊見到 Kevin 係一個側撐啊，咁啊中目標但係冇乜威脅。
咁啊，葉子峰啊，剛剛趁阿 Kevin 一個 jab 打埋嚟嗰陣咧，就一個踢腳還擊。咁啊攬住咗。咁啊，跟住咧喺糾纏期間啊 ，Kevin 咧將阿葉子峰成個抽起咗，咁樣摔落地下咧，咁啊係冇一個 shot point 嘅。咁啊，但係對於葉子峰嗰個體能咧，可能係有少少消耗嘅。咁啊，但係起翻身之後咧，咁啊見到阿葉子峰好似冇乜事咁樣喎。咁啊，比賽繼續。好，埋身頂膝。好，比賽暫停。咁啊，因為頭先阿葉子峰嘅膝撞咧係頂中咗 Kevin 嘅下陰啊。好，咁啊冇事。咁啊，裁判示意比賽繼續。仲有10秒。埋身 ，End of round one， 第一回合結束。Second show 助手離場 ，second show。第二回合。咁啊，經過雙方非常之激烈啊！咁啊，啱啱中咗一個重拳，但係都有少少暈啊！咁啊，紅方拳手要注意防守啦。咁啊，賽事繼續。咁啊，大家都仲喺度睺緊對方啊！都係睺緊佢一出腳嘅時候，就用拳去化解佢。兩個高踢啊，一人一下。擋到啱啱挨後嗰個人啊！咁啊，賽事嚟到呢度，主要都係用緊拳腳比較多啲啊，埋身嗰啲啊比較少啲。咁一路都保持個距離啦。賽事暫停。咁又係一樣啊！啱啱係啦，紅方拳手係唔小心頂到藍方個下陰。咁啊，紅方選手要小心呢個頂膝啊！賽事繼續。咁啊，踢失咗啊，俾人哋一個低數。6秒。剛剛一個擊到啊！為咗保護翻啊拳手咧，都我哋會進行一個讀秒。
咁啊知道自己失咗分咧，而家就即刻搶攻翻啦。搶攻嘅同時都要注意防守啊！冇事啊，成立唔到啊呢個，因為唔係雙腳離地啊。咁啊，賽事剩翻30秒啫，雙方加油啊！好，第2回合完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Second show。Round 3第3回合。咁啊去到第3個回合啦，咁啊見到雙方個體能都好充足啊，咁啊一嚟就埋身糾纏，壓咗埋成角，咁啊做咗幾下拍膝之後啦，咁啊個 Kevin 咧就用個腳啦頂住咗葉子峰，咁啊拳正方雙方，咁啊比賽繼續。糾纏，咁啊糾纏之下咧冇動作啊，大家都攞唔到扶手啊，做一啲頂膝或者摔頭啊，咁啊拳正分開雙方，比賽繼續，埋身箍頸，做個頸鎖做唔做到？做唔到，咁啊調翻轉啦，俾阿 Kevin 咧就用一個摔頭化解咗個鎖啊，咁啊但係呢個摔頭咧係冇 shoot point 嘅。咁啊，啱啱啊葉子峰啊個上身就出咗成邊啦，咁啊所以拳正因為要確保雙方比賽安全啦，咁啊暫停雙方，咁啊入翻嚟之後比賽繼續糾纏，做唔做到一個 shot 咧？哦冇動作，拳正分開，比賽繼續。咁啊知道啊葉子峰知道自己啊咁啊拳腳方面啊攞唔到優勢啊，咁啊所以咧呢個回合咧就轉一轉個打法咧，就不停咁啊向前去做一個糾纏，嘗試咧以一個失擊咧去攞翻啲優勢嘅。咁啊雖然係咁講啫，但係葉子峰咧頭先嗰個直勾咧係中目標嘅。咁啊 Kevin 就知道哇自己嘅優勢就係打拳。咁啊，所以咧就而家用一個撐腳啊，防止啊葉子峰埋身嘅，盡量咧 keep 住一個距離，令到佢啲拳有威力。哦，一個 body shot， 呢下一推一失重心，咁啊跣到啊冇問題嘅。咁啊裁判示意起身，比賽繼續。哦，埋到成邊，咁啊一半嘅打法 ，Kevin 都係以一個拳嘅組合直勾咁樣打，咁啊去到成邊。咁啊，因為咧隻手扣咗出去成邊之後啊，咁啊拳正暫停啦，咁啊分翻開雙方，係啦，再嚟埋身箍頸，係啦，見到葉子峰都知道啊，我一定要用一個埋身嘅方法先有獲勝嘅希望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不停都係向前壓迫嘅，頂膝，仲有10秒。End of round 3， 第3回合結束。
嗱，咁呢度都做少少講解啊。咁要攞到一個 shoot point，我哋係需要將對手由後背做一個背摔，好似游到一個背負頭咁樣，令到對手落地咧，先至會有一個 shoot point。咁所以頭先咧，阿 Kevin 雖然3番4次將阿葉子峰抽起咗，摔咗落地，咁啊，但係咧係攞唔到個 shoot point 啊。咁啊，要將對手由後背做一個背摔，跟住有一個拋物線，然後對手係背脊倒地，咁樣先至會有 shoot point。咁好啦，賽果出咗啦，咁現在宣佈比賽結果。1號裁判紅方27，藍方30。2號裁判紅方28，藍方30。3號裁判紅方28，藍方30。恭喜南方嘅選手 Kevin 以3-0勝出咗場比賽 ，Congratulations to the Blue Corner。好啦，我哋立即進入亞洲立技之王者大賽嘅第一場賽事啊！南方拳手 Ruben 今年咧22歲，嚟自菲律賓嘅 Highland Phillies。我手上面嘅資料係得咁多隻非常之神秘嘅對手啊！而紅方嘅拳手係黃志謙，今年19歲，綽號笑面虎啊，嚟自香港詠拳館啊，戰績係19戰13勝6負啊！2022青年組輕量級香港第一。必殺技咧係左腳喎，咁睇下佢咧又話使唔使得出呢一個左腳啦？另外咧佢比賽風格咧係打遊擊喎，男子專業賽57.5 kg， 回合時限3分鐘，比賽3個回合。台上拳精李坤柔。好啦，咁啊拳證簡單講完拳例之後咧，咁啊比賽係隨時開始嘅咯喎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賽開始 ，Round One。咁啊，我哋上半場嘅比賽都睇過幾個菲律賓拳手嘅發揮啦。好，咁啊見到Ruben 咧，咁啊力量方面都好強啊。咁啊頭先將成個黃志謙咧抽起咗啊。咁啊呢啲摔頭咧係冇 shoot point， 因為咧我哋 shoot point 係要做一個後頭摔。咁而且咧對手係要雙腳有拋物線倒地嘅動作先至為之係攞到 shoot point 嘅。讀秒。咁啊見到啊剛剛紅方黃志謙啊，咁啊喺倒地嗰陣咧可能有少少受傷。咁而家拳證進行一個讀秒。好，咁啊 OK 冇事。好，拳證示意比賽繼續。咁啊見到阿 Ruben 咧頭先一個跳起嘅轉身 back kick 啊，不過咧唔能夠命中目標啊！咁啊比賽繼續。
咁啊，見到黃志謙啦，咁啊開始慢慢攞翻個進攻節奏，咁啊做翻幾下佢耍家嘅左掃踢，好埋身箍頸，比賽暫停，比賽暫停，紅方選手埋八角，俾牌，係啦，咁啊要出示一個黃牌警告，因為咧我哋唔可以向後掉對手落地啊，呢個後頭摔頭咧係犯規嘅動作。 好，比賽繼續。好，咁啊一個左腰踢，命中目標。再嚟一下，咁啊再黐埋身，糾纏。好，咁啊權證分開雙方啦。好，再嚟一下高掃踢。 中嘅，咁啊壓咗對方埋成邊。好，咁啊權證分開，比賽繼續。咁啊時間不經不覺咧，剩低30秒左右啫。好，埋身失擊。 好，咁啊，權證見失擊冇乜威力啦，咁啊分翻開雙方，比賽繼續，仲有10秒。好 ，end of round one，第一回合結束。